Hello，大家好，我係巫師傅，好耐冇見啦。對上一次出片講 Mirror 咧，差唔多係4個月之前嘅事啦。咁嗰陣時就做咗一啲關於某幾位成員咧今年嗰個運程嘅預測啦。去到今時今日咧，其實好多都應驗咗噶啦。包括當時師傅就話 Jeremy 同埋 Anson Lo 咧分別或者一齊咧會出去公幹啦。大家唔知記唔記得啊？如果唔記得，睇翻啲片啦。咁跟住咧。而家發生咗嘅就係佢哋最近都去咗呢個韓國嗰度交流啦，亦都好多影視嘅一啲合作啦，咁啊叫做應驗咗啦。咁另外呢，其實師傅呢去年呢已經講過，包括今年都講過㗎啦，即係姜濤呢佢係會單飛嘅，會拆夥嘅。咁大家喺過去嘅片嗰度呢，亦都即係叫做聽我講過好多次啦，佢好大機會會單飛啦，會有自我嘅一啲意識啦，想做翻自己想做嘅嘢啦，唔再受人管啦，係咪啊？有冇好熟悉啊？呢啲描述，如果冇嘅，記住翻去睇翻條片啦喎嚇。咁今集呢，我哋唔係講呢啲嘢，今集呢就係反而呢就係由於上個禮拜呢，姜濤佢講咗呢話關於合約嘅問題。即係新聞都有賣㗎啦 ，Eden 有回應啦 ，Lokman 有表態啦。咁對於呢個合約嘅去向，對於第時大家嗰個走向係點咧？其實每個人咧都有一啲睇法咧，就講咗出嚟啦。咁其實呢一個單唔單飛呢個問題咧，喺我哋呢個頻道已經講咗好耐㗎啦，就一直都強調。話姜濤好大機會會拆夥會單飛，咁甚至大家喺留言區都成日問住我究竟幾時？咁唔係唔知嘅，只不過呢，人哋冇講，咁我唔想做第一個出嚟即係嘩眾取寵呢，連個時間都講埋出嚟，邊一年邊一月佢就會單飛啦咁樣，即係因為佢嗰陣時冇講嘛，咁但係而家唔同喎，而家呢，因為佢已經講咗啦嘛，佢已經講咗好大機會係即係都會單飛或者做自己嘢啊。或者係大家都其實抱住一個會拆夥嘅心態嘅時候呢，咁反而我哋而家就可以去討論呢一樣嘢呢，係會點樣發生法，同埋幾時發生嘅機會率係最大嘅。如果大家都有興趣想知更多呢啲嘢呢，就記住訂閱我哋嘅頻道，同埋俾個 like，同埋撳下個鐘仔，咁呢，我哋以後有新嘅內容呢，就會第一時間可以通知到大家噶啦。好啦，由於我哋八字咧係每次睇一個人嘅啫嘛，咁但係一個團隊咁多人睇邊個呢？點解要睇姜濤呢？個原因呢，就係我哋要假設一樣嘢，就係如果嗰個團隊呢係有某一兩位嘅成員呢係離開咗，係會對個整體嘅團隊嗰個形象或者個觀感呢係會喺公眾嘅眼睛裏邊呢係出現最大嘅變化嘅話呢，咁好大機會呢。即係姜濤、Anson Lo 呢啲呢，就係一個係非常之可取嘅一個成員嚟嘅，唔係話其他嘅成員呢冇佢嘅作用啊！千祈唔好誤解咗師傅嘅意思啊！戴翻個頭盔先，唔係啲 fans 鬧死我。我只係話俾你聽，即係話某一啲成員離開咗個團隊之後呢，嗰個團隊俾人嘅感覺呢，係喺公眾嘅眼光裏邊呢，係有變化，係會最大影響嘅。好似以前嘅 Beyond，黃家駒先生離世咗之後，其實個 Beyond 仲係咪大家接受嗰個 Beyond 呢？其實就好大機會唔係啦。包括 Mr. 啦 Alan Poe 離開咗之後 Mr. 其實都仲喺度㗎。咁但係 Mr. 已經唔係個 Mr. 啦。包括台灣嘅非兒樂團啦，係咪？即係拆咗夥之後再合夥，其實都唔係嗰個味道，唔係嗰回事嚟嘅。咁 Mirror 有先入，即係叫做先入為主嘅感覺俾大家，就係嗰個叫做創會成員㗎啦。而創會成員有幾個咧係比較多 fans、比較多公眾嘅認受性嘅人物，如果唔再喺個組織入邊呢，咁呢我哋好大機會呢就可以通過呢個人物嘅變化呢，去推斷到成個組織嘅走勢嘅。咁今日呢，我哋就攞咗姜濤作為呢，即係推斷 Mirror 會唔會拆夥嘅一個參考嘅指標，就唔係話攞其他人唔得啊，其他人一樣解得到啊，只不過呢，我自己覺得呢，攞姜濤嚟做呢嗰個解釋嗰個效果咧係會最顯著，同埋咧嗰個叫做機率咧計出嚟嘅機率咧係會最高咁解嘅啫。好啦，咁我哋即將咧進入去通過姜濤嘅八字咧去解釋究竟嚟緊嗰個拆夥嘅情況或者單飛嘅情況係點樣啦。咁咧好大機會係點樣去發生咧？就係大家要有一啲前設要知道嘅。如果睇過曾經我哋嘅片呢，其實都知道㗎啦。姜濤呢，佢面對嘅壓力係好大嘅。呢啲呢，官殺星嚟嘅，係一啲兵來將擋、水來土掩嘅星啦。咁啲土呢，成日都要掩佢嘅，俾佢名譽地位，亦都俾佢壓力。
亦俾佢追求嘅 fans 多，亦都俾佢好多嘅指控、好多嘅謾罵、好多嘅睇佢唔起等等。佢係喺呢一個咁樣嘅混戰嘅環境裏邊嘅成長嘅。理論上咧，佢係受唔住嘅。幾時受得住呢？就係因為咧，佢有下邊有粒水咧去幫助佢。呢粒小水滴咧係佢嘅粉絲星嚟嘅，即係大家佢嘅 fans 星嚟嘅。基本上咧，佢如果呢粒星咧受傷咧，其實咧佢好大機會係會有精神上咧好多嘅壓力嘅出現嘅問題嘅。咁另外仲有一粒星咧就係雙官星啦。雙官星咧係講緊咧佢個人嗰個才華啦，佢個人嘅諗法啦。卯木嘅雙官星咧就講緊咧佢一啲隱晦啲嘅諗法，即係佢好多嘢咧佢啲心事唔同人講嘅。因為卯木本身咧就係代表溫柔啦、能細心啦、能屈能伸啦、第六感好強、忍讓，所以佢個人好忍讓嘅。咁但係咧雙官星咧又有一種咧反叛啊、改革啊、創新啊、精神性嘅咁嘅嘢撈出嚟嘅。咁如果係卯木嘅雙官星咧，其實就會係講緊咧佢有一啲好細嘅心思、獨特嘅眼光，同埋有啲傲氣同埋神秘。其實佢好多自己嘅諗法咧，佢冇表現出嚟嘅。因為卯木嘅雙官星咧，其實係講緊一啲咧藝術設計啊嘅嘢係會多啲。我哋曾經嘅片都講過，佢可能會出書啊、出即係一啲作品啊，甚至係去做編劇啊等等一啲關於文化創作嘅嘢啊嘛，係咪記唔記得？嗱，呢度都有講少少嘅咁啊，可以俾大家睇下。嗱，呢度啦，做啲咩呢？評論家啦、技術專家啦、藝術家啦、頂級設計師啦，需要極度專業技術同埋審美眼光嘅嘢，其實就係講緊一啲係要追求，即係要奄尖嘅嘢啊。因為雙官都係奄尖啊嘛。咁但係咧呢個心理呢，或者佢想做嘅嘢呢，佢從來都冇透現過出嚟天干嗰度嘅一直咧俾嗰啲官殺星咧壓住佢嘅。理論上我哋都知啦，你去到公園呢，係木咧搲住啲泥土噶嘛。係咪？應該係木先係主導嗰個嚟噶嘛，找住啲泥土噶嘛啲根。但係喺姜濤呢個情況咧，係調翻轉，係啲土咧好大個，即係一啲土山咧圍住一棵小草咁樣佢嘅而家心理就係咁樣樣，所以咧其實佢係非常之唔想繼續呢一個狀態嘅。你就要睇究竟呢一個木咧幾時捐出嚟咁解嘅啫，捐出嚟呢度或者幾時捐出嚟呢度。譬如今年就捐咗啦，係咪？所以佢點解今年會表達呢樣嘢咧？傷官即係傷害個正官，傷害佢個上司。咁通常咧卯木傷官咧就係講緊咧佢文化上咧一啲改革或者變革，對於現有嘅制度或者管理咧係叫做有自己嘅諗法嘅。咁呢個要留意翻。好啦，另外咧其實佢喺流年與呢個原局之間，嗱我哋呢個叫原局啊，1999年4月30號啦，同埋今年2025年之間咧，佢一楷嘢咧叫做大運嘅。大運咧就唔係話大家去咩車公廟或者去邊個行個大運，或者新年去行個大運，買桃花行大運，去花市行大運，唔係嗰隻大運嗰隻大運咧，我哋一個叫做傾向性，就係你做完嗰件事，你係會有好嘅嘢發生嘅。即係譬如我哋喺車公廟拜完啦，咁我哋會唔好嘅運轉到好嘅運啦，好嘅運轉更好嘅運啦，係咪？咁喺我哋八字嚟講咧，大運咧只不過係一個單位嚟嘅啫，佢就將每10年 group 埋一個叫做組，一個組別。咁而家呢個咧去到第二個組別啦，第二個組別就係2017年至到2026年啦，上一個組別就係2007年至到2016年啦，係咪？咁佢係每10年為一個組別，每個人咧佢嘅組別嘅起始點咧都唔同嘅。譬如姜濤咧，第一個組別咧係由07年開始，即係話1998年至到2006年咧係冇組別嘅。OK， 咁啊每個人嘅組別都唔同，但係相同嘅係咧每個組別一定係有10年，所以就會咁樣啦。27、37、47，見唔見到呢度？如此類推，57咁樣。好啦，咁而家咧姜濤咧佢發圍嘅咧係講緊2017年呢一個組別啊嘛。我哋曾經咧都介紹過。因為咧喺2018年嘅時候咧發生咗一個超級勁嘅土牆啊，咁就應翻佢本身個事業宮，因為呢一個年同埋月咧就係講緊事業嘅嘢嘅呢一嚿嘢，咁呢一嚿嘢咧再出多次咧呢個土牆咧 ，OK， 咁即係話咧佢嘅事業嘅高峰咧就會喺18年嗰度應驗啦，咁嗰陣時就係全民造星啦，係咪？好啦，去到而家已經過咗事過境遷啦，即係去咗咁多年啊，一直去發展啊，越嚟越紅啊，越嚟越多 fans 嘅話咧。發生咗啲咩事呢？其實呢，就係呢個2017至2026年呢，呢個大運呢，基本上咧去到下年呢就完結㗎啦。下年呢叫做運尾，運尾
運未咩意思呢？即係話咧2017至2026呢個大運嘅最後一年，第一年叫運頭啊，第二最尾一年叫運尾。運尾講緊乜嘢呢？運尾呢就講緊呢一個大運與一個大運之間嘅變化。如果我哋純粹睇今年，甚至睇埋下年呢，其實姜濤個核心呢就並唔係喺太多喺工作嗰度噶啦嚇。就因為工作呢，佢係行緊啲殺星啊、官星嗰啲嘢呢，係公司管佢。反而而家嘅姜濤呢，佢嘅心態呢係多於係乜嘢呢？簡單啲嚟講就係拍拖啊，溝下女。我哋曾經講過噶啦，因為呢個偏財星呢，亦都係姻緣星啦，係咪？咁啊通咗根俾呢個啦，偏財都係即係代表老婆嘅一種啦。咁而呢個老婆呢，都係創意型嘅，係咪？創意型嘅老婆，年紀可能係比姜濤細啦，同埋都係靚嘅。通常自火呢，因為代表發光發熱啊，咁啊都係靚靚地嘅。OK， 咁啊佢呢係有拍拖或者係成立家庭嘅一啲諗法嘅，呢個係第一點。第二點呢，就係佢想做一啲自己嘅生意，因為偏財星呢都係講緊一啲交際啊、做生意嘅嘢嚟嘅嚇。譬如偏財星呢個啊，講交際啦、人緣啦、應變力啦。咁啊自火亦都係講緊一啲呢細節啊、熱情啊嗰啲嘢嘅。咁其實呢，佢好多層面咧喺2025年嚟講咧係做多咗好多交際嘅嘢嘅，即係佢想做一啲呢啲啊熱情活潑、善於交際、追求品味啊、商業頭腦啊，佢做多咗呢啲嘢係個人化嘅嘢，就唔係團隊性質嘅嘢嚟嘅。因為團隊性質咧係啲土嘅年啊、水嘅年啊先會有嘅，火嘅年咧好多時都係講緊自己現實啲嘅嘢，佢想自己譬如自己嘅生意啦、自己嘅利益自己管理翻啦，甚至自己嘅經理人合同佢都想攞翻嘅嚇，因為佢有雙官星。雙官星咧就係代表呢一個嘅反抗呢個正官星，呢個正官星就係 MKV， 即係 ViuTV。OK， 呢個雙官星走出嚟咧就係話俾你聽，我而家要反抗你啦，咁解嘅啫。所以佢2025年咧，佢會講好多點解你會講呢啲嘢嘅嗰啲説話嘅，即係俾人嘅感覺啊，就係因為佢雙官星咧勇敢去表達啦，因為雙官就係叫做表達思想、反叛、改革、創新、精神性。OK， 咁所以咧。就當然有不守規矩啦，但係佢呢個咧唔算係過量噶啦，佢呢個係啱啱好嘅。咁所以咧，佢其實係有意無意咁樣咧，想透露佢自己唔想續約嘅啲諗法，俾公眾或者俾 fans 知。佢想早啲去鋪排呢件事嚇，呢個係我哋通過姜濤嘅八字咧係睇得出嘅，因為佢雙官星就傷害個正官，即係傷害佢原有管理嘅老闆或者原有嘅制度，佢想走出嚟。但係由於咧呢個2025年甚至26年咧都係受制於呢個2017年嘅區間入邊嘅，咁所以咧呢個丙火嘅財星啦，同埋坐住個食神咧，始終都係佢要向現實低頭嘅，即係話佢仲未可以走出嚟，因為財星喺上邊，佢嘅諗法即係呢個食神都係諗法嚟噶嘛，係咪？食神就代表表達啦、思想啦、大愛啦、理想啦，係咪？咁呢個都係佢嘅諗法嚟嘅，佢嘅諗法咧都係俾呢個現實嘅叫做財星咧。係去財富咧或者回報等等咧去加份住佢，即係管理住佢嘅。佢仲未話完全，我要無欲無求啦，我已經財務自由啦，我乜都唔搞啦，我要做自己中意做嘅嘢，未到啊。不過就快到啦，就快到啦。因為呢個10年一完咧，咁我哋睇一睇咧就係下個大運啦。下個大運咧就2017年啦，2027年啦，見唔見到啊？2027年咧係姜濤人生咧第一次咧，佢呢個雙官星咧捐出嚟坐正，反壓住個正官星嘅年份嚟嘅。呢個係非常之重要嘅一個資訊啊！以前咧係成班人咧大公司大企業咧當佢搖錢樹咁樣去搞嘅啊，抑壓晒佢自己諗法，乜都唔俾做，唔俾諗，唔俾咩。但係而家唔係啦，而家佢捐出嚟啦。佢捐出嚟咧，就直情將正官星壓翻住佢，本身係咁樣壓噶嘛。咁即係話咧，佢反客為主啊！反客為主代表咩意思咧？即係佢一係咧，佢如果要續約嘅話咧，佢就會喺2027年呢個區間入邊咧，同 ViuTV 重新去談判啦，或者佢係會有一個叫做partnership 嘅合作啦，就唔係一個純粹係單向即係高向下管嘅一個合作嘅關係啦。有機會係 freelance 啊，有機會咧係爭取更多嘅條款啊等等。咁所以咧，2027年咧呢一個大運嚟講咧，姜濤佢所做嘅嘢咧就啱啱會係相反。呢個第一個講法。第二個講法咧就係如果你將呢個畫咗一個人仔咧，師傅嘅絕技嚟嘅，畫咗一個人仔，姜濤佢嘅天干咧就係佢嘅雙官星，雙官星咧就係佢嘅思想，係咪？畫一嚿雲俾佢。
而下邊咧係正官星，正官星咧即係講緊管理，係咪 management MGT management？ 咁有機會咧，除咗係講緊佢壓翻住 ViuTV 之外咧，佢有機會咧係做一啲管理性質嘅嘢嘅嚇，可能係譬如係監製啦，譬如係管翻個團隊啦，譬如係自己開公司做老闆去管理啦等等。只要你將呢個諗法，呢個 think 加埋個 MGT 即係 management 呢樣嘢，將呢一嚿嘢冚埋一齊呢，其實就係話俾佢聽，佢2027年至到2036年呢10年間呢，佢想做嘅嘢呢，就係做一啲管理嘅嘢。佢想咧管理一啲佢嘅諗法，將佢啲諗法呢係通過管理嘅方式呢係去展現或者實行出嚟嚇。呢個就係佢嘅諗法。呢一嚿嘢佢過去嗰28年都唔敢去做佢想做嘅嘢，佢而家敢啦。因為佢而家有底氣啊，有本錢啦，係咁樣嘅。咁所以咧，2027年咧，佢改變團隊嘅形式，或者甚至係單飛嘅可能性咧係極高。今日咧，師傅同大家講埋啦，2027年係極高嘅因為佢運頭啦。第二就係睇翻個流年咯。流年係發生咩事咧？流年咧，第一有幾個好有趣嘅可以睇啦，就係咧呢個丁火咧係正財星。丁火嘅正財星咧係會同佢合嘅，係見唔見到啊？丁壬合，丁壬合係咩意思咧？咁我哋要睇啦。丁火咧就代表溫和有禮啦，會思考啦，會謹慎啦，唔易表達自己啦。咁呢個係丁火啦。財星咧就代表妻子啦，代表財富啦，代表執行力啦。咁丁火嘅七執即係溝出嚟咧，本身就代表務實啦，對金錢有謹慎嘅態度啦，計劃性強啦。嗱，呢個好重要，計劃性強。OK， 咁計劃啲乜嘢咧？有機會咧就係錢銀有計劃，即係管理錢咁解。點解咁講係管理錢咧？因為佢坐住個正官星。我哋畫個人仔，即係話咧，佢會有幾個可能性嘅。第一就係會有一個老闆如果呢個係一個人呢個新出現嘅人。呢一個人呢，佢係有官位嘅，可能係政府工，可能係大公司嘅嘢。然後呢，正財星有錢嘅，呢個錢可能係一個新嘅工作、新嘅任務、投資啊，或者係一個 contract、一個合約啊等等。因為財星就係用咁嘅體現出嚟啦，俾錢你啦，俾佣金你啦，俾合約你。佢可能呢會有一個新嘅僱傭關係出現，一個新嘅老闆。點解你話新唔係舊呢？係因為呢度有一個丑未沖，因為呢兩個係相沖嘅。官沖官咧，即係話咧新官 replace 咗舊官咁解，即係新嘅上司或者新嘅老闆咧去取代咗舊嗰個。咁如果舊嘅 ViuTV 冇理由新嘅又 ViuTV 嘅啫，分分鐘佢去咗，譬如係 K 寶啊、TVB 啊，甚至佢去咗一啲電影嘅公司入邊啊。呢個係一個講法。如果係佢係職業上嘅變動嘅話，第二個講法咧就係佢想自己去做官，佢可能自己成立一間公司啦。OK， 自己成立一間公司啦。咁咧呢個公司咧係有資金喺入邊嘅 ，OK， 佢負責去管理或者佢自己去投錢嘅，呢個叫財來合我或者合財星 ，OK， 咁合財星係講緊乜嘢呢？如果唔係講姻緣因為財星直指就係女朋友嗰啲嘢噶啦，即係好桃花嗰啲咁嘅嘢啦。如果唔講桃花嘅話呢，其實呢個合財星呢就係講緊做生意嘅，記唔記到啊？丁壬合我財係咩意思呢？即係財同我相合呢係喜嚟嘅如果喜嘅話呢，就係有生意頭腦啦，有方法咩啦，去即係叫做事業順利啦等等。但係咧，佢呢個係忌忌嘅話咧，佢有機會咧就係追求物質主義啦有啲嘢做出嚟咧好理想，但係未必做得到嘅，需要時間去沉澱啦等等。咁佢傾向咧係呢兩個中間，因為佢哋話好忌咧，又唔係話好忌因為火咧係會令到個官星再旺咗嘅，即係佢有機會咧係會轉牛角尖 stubborn 咗嘅，即係唔出奇嘅。咁但係咧，本身正財星同正官星咧都係陽星同埋正星嚟嘅，所以呢件事咧係唔會差嘅，只不過係做乜鬼咁解嘅啫。丁未嘅財官相未格咧，咁就會出現幾樣嘢啦。嗱，行業上財來合我加財官相未啦，咁啊非常利於公職、大型企業管理啦、金融啦、受官方支持嘅商業啦。未土官星咧令到佢事業具穩定性啊。OK， 咁即係話咧，佢好大機會咧去進入一個新嘅大機構，甚至係電訊盈科入邊咧，可能做一啲公關嘅嘢啊，甚至做一啲管理性質嘅嘢咧，都唔出奇嘅。如果唔係加入人哋嘅團隊咧，佢就好大機會自己去開公司去做自己想做嘅嘢。至於做乜嘢咧，其實喺27年咧仲未係好
非常地睇得出嘅，淨係知道咧佢一定會轉工啦。基本上點解呢？有幾樣嘢，第一樣頭先啱啱講咗嘅叫做丑未相沖，大家學過八字都知㗎啦。丑未相沖咧代表佢官沖官啊，正官沖正官，新官換舊官咁嘅意思。第二個咧就係卯未咧係相合，係咪？卯未相合咧，但係咧卯同辰咧本身係相穿嘅或者相害嘅，本身咧佢咧就已經同佢個組織咧其實就唔會係好聽話噶啦，佢已經好多嘅即係同佢舊啊。假設呢一個就係舊嘅組合啦，呢一個換一隻顏色啦，呢一個就係舊公司啦，當係 ViuTV 啦。咦？呢個唔好喎，有冇啲黑色呢？嗱，譬如呢一個黑色嘅框框就係 ViuTV 啦。OK， 咁佢本身咧其實咧佢同 ViuTV 嘅關係冇大家想象中咧咁即係佢咁聽話嘅，佢都有自己反叛嘅一面嘅，有自己嘅 character 嘅。有自己個性，如果唔係，大家都唔會咁中意佢。即係當然憎佢嘅人就好多啦，當然中意佢嘅人就好多啦。點會咁兩極化呢？就係呢個黑色框框同埋佢呢個嘅競爭，呢一個互動咧產生出嚟嘅情況嚟嘅。咁而家呢個卯未咧係合出去，又俾埋個箭嘴大家嗱，呢度畫翻個三角形，係咪咁樣畫翻三角形呢？其實佢係向外走緊嘅，見唔見到啊？佢一嚟佢唔中意舊嗰個，二嚟呢。其實佢係向外呢度咧，係一直咁走緊去合呢個新嘅官嘅。OK， 而呢個官咧係有少少錢，又唔係好多錢，因為得0.6嘅力量啫，有少少錢。咁啊，一係就係佢自己開一間公司啦，佢自己做老闆啦；二嚟就佢寧願加入一個小公司啦，佢都唔再喺佢本身嗰個環境嗰度咧係去叫做存在或者係工作嘅。咁呢個所以咧有見及此咧。師傅咧就好大機會咁樣去斷定到咧，其實咧如果講緊係即係如果 Mirror 會拆夥啦，咁咧2027年咧一個好大嘅風口位嚟嘅，因為咧你25年如果當計一年咧，26年當計一年咧，27年咧基本上就係3年後嘅事嚟㗎啦。就應翻咧姜濤佢哋講嘅嘢咧，就唔係因為姜濤講咗3年後我倒屈個27年出嚟嘅，係個大運本身佢就27年轉運嚇，唔係淨係我講嘅，你叫邊個師傅都係咁樣斷㗎啦嚇，因為佢逢7字轉運嘛，一轉運就行翻個雙官喺上邊，正官下邊壓翻住個老闆嘅，咁啊點可能幫人打工呢？再加埋兩個新舊官星去相沖，再加佢嗰個。卯咧係合住個未，因為卯未合咧都係化木嘅。嗱，呢個年柱咧就講緊佢嘅事業，事業咧呢一個咧就當緊佢事業嗰個叫做靈魂又好啦，嗰個即係個原身嗰個初心又好啦。佢呢個卯未合木咧係會為呢個乙木咧提供到力量嘅。咁卯未相合咧係有木嘅力量咧係會俾咗佢，令到佢呢個令到佢呢個咧係加強咗嘅。嗱，如果本身咧我唔開個流年咧，大家留意下就知道噶啦。譬如嗱，如果 highlight 住佢啊，佢而家咪雙2咁樣啊，即係2級啦 ，level 2啦。但係如果撳走咗個流年咧，佢得翻1嘅咋，見唔見到啊？雙1 ，OK， 雙1咩意思咧？佢呢個1嘅力量咧就純粹 solely 咧係來自呢一個嘢嘅，所以俾到1分佢，明唔明啊？但係佢夠唔夠佢抽啊？唔夠，因為3分嚟噶嘛，呢啲勁嘢嚟噶嘛。係咪1級即係弱得滯啦？佢冇乜底氣嘅，咁佢一定係有人幫佢嘅，有人去所以撳錯咗。譬如呢一個嗱，一定係有呢個丁未柱去幫佢。呢個丁未柱咧，就一定係有人投錢俾佢，或者係佢自己創業個決心好大。由於呢個卯未一合咧，就提供一個2級嘅力量，令到佢升咗變咗2，係嘛？頭先仲係1噶嘛，咁2咧就會好接近咧可以抽贏。或者有得同前公司咧去叫做攤牌或者分手啦。咁呢一個咧就係所以點解我哋斷定咧2027年咧係會好大機會去發生嘅呢件事啦。咁如果你睇得好細嘅，你可以睇埋個月份嘅。咁譬如係27年嘅5月啦，即係黃曆嘅4月啦。如果我哋係西曆就5月啦，因為有個雙官啦，咁啊似翻啦，係咪？錢又到啦，係嘛？錢又到嚟，呢個變咗 1.2 咯喎。頭先咧幾多啊？0.6嘅啫喎。見唔見到啊？呢個 0.6 嘅啫喎，而家變 1.2 啦。OK， 錢又到，然後又佢嘅諗法又爆出嚟啦。咁啊，似係譬如呢啲日子咧，呢啲日子咧就會好似噶啦。如果唔係嘅話咧，有幾個日子我哋可以捉下嘅。第一個就係27年嘅5月啦。咁你可以再捉一啲咧，係佢地支都係有木嘅，譬如係3月啦。3月可能就嚟了噶啦，5月就真係攤牌，因為3月咧呢一個咧係卯咧。又係俾能量佢咧，亦都合個未嘅，就變咗啲抽嘢咧，全部都合晒未。同埋呢一個卯，頭先我哋講咗係傷害個神土噶嘛。呢一個咧
過埋嚟都係傷害神土嘅。咁即係話呢，就係同公司去攤牌嘅一啲前奏嚟㗎啦。就喺27年嘅3月度啦，真正呢攤到牌呢。嗱，因為無貴合殺啊，呢度有個無貴合殺咧，呢個係佢 MIRROR 嘅其他成員啊，或者係佢啲 fans 咧有份咧去傾呢件事嘅，明唔明啊？天光係無貴合殺，地下咧係昴村神，下邊係打緊交，上邊係有得傾嘅，合即係傾啊嘛，合即係傾合作啊嘛，係咪？合約啊嘛，即係大家傾咯，大家傾，但係下邊咧其實咧走硬㗎啦，下邊係雙穿嘅，一把好似箭咁樣咧打爆個舊嗰個僱主啊！明唔明啊？即係佢表面就好似傾咁樣，實際咧已經係一定係去意已決㗎啦，即係西辭黃鶴樓㗎啦本身。咁所以喺呢個基礎底下咧，佢真係去彰顯呢件事咧，就會係去到4月呢啲位啦。4月就真係蒲出嚟㗎啦。咁跟住5月啦、6月呢啲咧就開始做自己嘢咯。尤其是7月啦，你睇下7月係一模一樣嘅，見唔見到啊？呢一個同呢一個兩嚿嘢係一模一樣嘅，一模一樣咩意思啊？一模一樣即係話咧傾掂數真係轉咯，因為呢個丑未沖。相沖啊嘛，咁呢個丑味都係同佢相沖噶，咁咪又係沖舊僱主嘅嘢咯，咁咪真係呢，就換公司啦，就真係轉噶啦。咁我哋推測呢，就係咁啦。咁呢條片啊又要放3年啦，因為3年後先知噶嘛。希望3年後即係我哋再去傾嘅時候呢，大家就會同師傅講，真係好似係咁噃咁咯。希望大家提翻師傅啦，因為師傅都老噶啦，同埋都要睇好多嘢呢，就未必記得有呢條片噶啦。所以希望3年後嘅大家，我同未來嘅觀眾講定先，咁如果真係俾師傅叫做符碌撞中嘅話呢，咁希望大家都到時翻嚟俾個 like 啦，俾個 subscribe 啦，支持下我哋嘅頻道啦。因為我哋就冇做任何嘅即係話幫大家算命啊、擺風水啊嗰啲嘅生意嘅，因為我本身嘅正職呢就唔係做呢樣嘢，大家都知啊。師傅正職呢係做會計師嘅，咁所以呢，呢一個頻道純粹係一個業餘嘅頻道嚟嘅啫，就同大家玩下啦。咁我哋仲有個生意呢，就係幫大家 check 姐姐嘅，咁反而呢一個呢，大家如果有興趣可以睇下啦。如果你覺得師傅好準嘅話，咁你都可以去睇下我哋呢。原來呢，大家去請工人姐姐之前呢，其實都可以揾師傅去睇下。越嚟越多僱主會發現，揾工人姐姐之前呢，不如俾工人姐姐個八字呢，師傅睇下啦。唔需要時辰嘅，我哋都已經有好足夠嘅準程度噶啦。即係大家睇我哋頻道咁耐，你都知道師傅嘅為人呢係屬於咩類型噶啦。我哋都係一啲有嗰句講嗰句穩穩陣陣嘅型嘅。如果個姐姐係唔好嘅呢，咁師傅同你講一定係差噶啦，千祈唔好請嚇。咁你嘥幾百蚊呢，就唔係嘥嘅，即係你反而就可以慳到呢。你請姐姐出事個1-2萬蚊，包括時間啦、成本啦、驗身啦、agent 費啦等等，可以全部同你慳晒嘅。OK， 咁今集咧臨尾就試下賣廣告少少啦。如果大家好抗拒，同翻我講啦，咁啊以後唔賣廣告噶啦。咁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啦。咁我哋今日咧就通過咗姜濤嘅八字咧，就去預測到咧，其實咧2027年嘅3-4月開始咧就會發生呢一個叫做拆夥或者唔續約嘅一啲事件噶啦。咁跟進呢條片，我哋3年後再見。如果大家想聽我哋講其他嘅，包括 MIRROR 或者唔係 MIRROR 嘅八字咧嘅明星嘅八字咧，咁希望大家都可以去留言話俾我哋聽啦。咁我哋盡量咧就做多啲唔同嘅內容咧，同大家去分享嘅。咁記得 like、subscribe、share。我係毛師傅，數字無情，人間有愛。我哋下次再見，拜拜。